嘉义梅山的太平川是阿里山重要的地米产区。来看当地一个少年农民林基顺，伊对2017年回来故乡，接下家族的地园，推动这接地文化，带动地园的发展。在今年嘛有入选全国100大少年农民的肯定。对农历白露节气的到会嘉义来横寮车站周边的太平川，迎来一年一摆的黄头露季，上千上万的白灵溪飞在天顶，叫做全台独一无二的生态奇景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万路朝凤，很多的黄头鹭，那这里面都是白色的哦，没有像这样一样那个繁殖期哈，所以每年的9月中旬到月底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黄头鹭过境。太平川唔那是黄头鹭的山鱼驛站，同时也是阿里山重要地休山区之一。今年入选100大青龙的林基顺，为2017年回乡接手家族地园以来，致力推广平民文化，为地方地休注入新的活力。我们刚刚那个茶青摘回来之后，我们必须要先把它撒开做日光尾雕，用太阳的那个日光去让它水分慢慢去消散。那安尼林基顺佫将伊伫海外学到的料理技巧，甲当地食材结合，可以独特方便餐厅提供游客无同款的美食体验。像我们在开店的时候，其实也有一些同业会来吃嘛。那吃完之后要学嘛，肯定是学不走的哦。因为你自己看我这边的香料，这边只是我一小部分的香料而已啊。每年秋天到来横寮游客，唔但用食芳醇的地休甲精致料理，也可欣赏白灵溪过境的壮观奇景，世界震撼价值满足，让每一个来者游客拢有一个难忘的回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